台湾话陌生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生分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陌生，没见过的、不认识的或不熟悉的。用力，因两个冤家了后，就亲像生分人同款。他们两个吵架以后，就像陌生人一样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